即马传出新竹县政府要甲竹东文创艺术村的地幸福代替，艺术村内店恐惊收单，真侪游客拢讲真唔甘。新竹文化局表示，目前也咧甲代替参详，看敢会当互这个店留来继续经营。高厝景和老树田、圆田，阁有德边艺术的作品在边仔。徛在新竹县竹东火车头边仔的文创艺术村，2017开幕时是声风光。不过，即阵却传出县政府要甲用地行路代替，真侪游客听到这个消息，赶紧把握时间过来遮翕相留纪念。这个是部落的艺术嘛，那我觉得他做的还蛮有那个味道的啊。如果要还给是政府吗？台铁台铁，如果还给台铁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好不容易变成一个文化的聚落，然后如果还给台铁的话，如果没有继续好好的维持下去的话，那会对新竹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可惜的地方。在地业者指出，对这个消息传出来到知影，可能爱搬厝，只有短短几个月，准备的时间实在无够。不过，今仔文化局表示，如果大家代替方面沟通，希望和这个业者通留好原地，继续做生意。竹东文创艺术村它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据点，那需要很长时间来做培育跟扶植。那我们有很好的当地的团队，很好的在地的内容，应该要好好的来培育。县政府文化局的部分，我们也希望未来所有在这做的文创工作的朋友们，也能够继续跟台铁局来做一个合作，我们也会非常努力来做一个媒合。3年前，真晓得会当拍做出一个文创艺术村，但是答案咧煞讲，除了拍算对在地文创产业来讲，恐惊也是白色冲击。记者张君豪。